出埃及记第2章，摩西出世。有一个利未支族的查甫人娶共支族的女子做某，一个妇人人怀孕，生一个后生，看伊真古锥，就甲伊创3个日。后来妇人人无法度搁创，就摕一个蒲草做的篮，用淡仔甲甲碧油糊互伊袂涉水，将婴仔放伫内面，然后将篮放伫尼罗河边的芦苇中间。婴仔的大姊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还要知伊会拄到什么代志。埃及王的查某囝来到尼罗河边要洗身躯，伊遐的宫女伫河边行来行去。公主看到芦苇中间有一个篮，就找宫女去摕迄个篮。伊一个拍开，看到一个婴仔，大部婴仔在哭，伊真毋甘，讲这个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仔。婴仔的阿姊来对埃及王的查某囝讲：我来为你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找一个林某，甲你要这个囡仔好无？埃及王的查某囝应讲：好，你去。查某囡仔就去叫婴仔的老母来。埃及王的查某囝甲婴仔的老母讲：你甲这个婴仔抱去摇，我会互你工钱。妇人人就甲这个婴仔抱去，甲伊摇。这个婴仔大汉，妇人人甲伊带去互埃及王的查某囝。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这个囡仔做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摩西，讲我甲伊对水面抾出来。摩西流亡米甸。后来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，看到因在做苦工，佮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拍希伯来人。摩西看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刷甲伊砍地。隔日，摩西佮出去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伊对迄个无理的讲：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迄个人讲：啥人派你做首领来审判阮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摩西惊一跳，想讲这个代志人一定知啦。埃及王听到这个代志，要杀摩西。摩西闪避埃及王，走去米甸，住伫遐。有一日，摩西坐伫井边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，因来抢水，甲水槽倒甜，要互因老爸羊群啉。有雇羊的来，甲因赶走，摩西就起来甲因解救，互因的羊群啉水。因转来因老爸叶迪罗遐，因老爸讲：今仔日恁哪会遐早就倒来？因应讲：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，甲遐个欺负阮的雇羊的赶走，甚至佮抢水互羊群啉。老爸对伊的查某囝讲：迄个人伫倒位？恁是安怎甲伊放伫遐？去请伊来做伙食饭。摩西接受邀请，欢喜甲叶迪罗住做伙。叶迪罗将伊的查某囝西坡拉嫁互摩西。西坡拉生一个后生，摩西甲伊号名叫做吉顺，讲我寄居伫外邦。几若年后，埃及王死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脱开埃及。因做苦工哀求的声透到上帝遐，上帝听到因嗨嗨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，